周老师平安，文清平安。遮久无看的吼，真差不多欢喜，2个月无看到啦。各位啊，对，老师拢走去地耍啊，来因为探访有2届的连续假期啊，拢甲厝诶人出去外口行行诶。哦，做好诶，做好诶，所以观众朋友，大家好，食饱未？今仔日咱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讲你敢有捌什物相信什物啊来的有啊？敢是安尼问？人咧讲吼，我相信我一个朋友，伊应该足想我，无嘿，当时伊就会阮兜门口弄门，叩叩叩叩叩，你有伫诶无？嘿，相信就哦，会啊。今仔第一名是明辉，你好你好，嘿，啊，什物讲一个朋友足久无看，啊来的忽然出现伫恁兜安尼嘛？哦，多谢你食饱落来看吼。我定定有吼，我是毋知影是有相信无，但是我会相信讲，我着迄个要食啥物吼，做爱食啥物，啊来想诶想诶，啊，着有人送我食，定定是拢安尼。袂歹，真好，非常对，好。可能我伤瘦啦，所以逐个拢会想讲要送我食啥物，看饲较肥无安尼吼。啊，佫有想一个人就看着吼，你嘛会当写落来哦，观众朋友，你有相信啥物啊来？咱想诶，无拄安尼要安怎讲？就是讲你无预期，想诶，但是自然就发生啊。自然就发生，对，好。所以咱今仔嘛要来讲一个啥物？足足新业其他好，足无当时发生诶一件代志，无但是着伫发生，对，但是无想代志袂到诶哦，吼，足少人有人安尼诶经验诶哦，是安尼，咱顶一回讲着耶稣嗯，头一个信者是耶是稣去参加一个宴席，就有向诶人因兜有办婚事诶一个宴席哦，对，其实先甲迄个故事是耶稣将几啊一人诶水变做酒诶故事，但嘛都会一尾。哦，对，迄个这嘛是新业吼，想讲无酒啊，结果佫变出来安尼，是用洗骹水变诶，安尼对无？用洗脚诶水红啦，但因我相信迄水是清气，毋是洗脚嘿，对，水。洗骹诶水红，对。水是清气诶吼，所以变出来酒个比正经诶酒较好啉安尼。咱今仔要来讲即件代志悠然发生伫即个加利利诶迦纳即个所在是，咱先来看即个圣经诶记载啦伊记载嗯伫约翰福音4章46至54节咱嗯规篇看完咱倒来回头来看即个代志嗯4章40节安尼写讲耶稣去到加利利诶迦纳即迦纳是真甲伊酒迄个水变做酒诶所在啦嗯王诶灵神伊诶囝破病伫加德隆，听嗯见耶稣对犹太到加利利，就去就近伊，叫伊落去医治伊诶囝，因为得要死啊！啥物得要死？是伊诶囝得要死啊啦嘿，耶稣对伊讲若无看见新约奇事，恁的确毋信。来咱先，咱再看下骹咱有遮个经文看完，来。来24-90讲，王的灵神对伊讲：主啊，趁我的细囝还袂死，落来去。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囝活啦。迄人信耶稣甲伊讲的话就去。来，咱再看一章。来51节讲，拄落去的时，伊的老母几啊人拄着伊，甲伊讲，伊的囝活啦，就问伊。什物时才有较好？伊就甲伊讲，早日到1点钟日摕。老爸知迄时拄是耶稣讲，你的囝活你歹势，你的囝的生，伊家己甲全家拢信。
来上要赞吼。嗯，迄即第二摆的是，这是第二摆的神也是耶稣对加利利到对，歹势，是耶稣对犹太到加利以后所行的。咱倒转来看头一页。你毋知影即个加碧龙到迄个迦纳有偌远的距离？你敢知影？毋知呢，加必我劳到啥？加碧龙到加利利嘿，到加利利的迦纳即个所在我嗯，有去找啦伊写讲到无20英里啦啊，如果以英里会换做咱即马算的公里差无36至40公里即个骹哦，道。嗯，啊，即个你敢知影？假使是以36公里至40公里骹道即个距离啦如果以咱人行的骹程就是讲用行爱行偌久？行偌久哦？2工、3工？无啦，无遮久啦。一哦，般伊即马正常一个因为迄阵嗯会落歹嘛伊是，正常人安尼行应嗯，该行到2、8点钟至10点钟的时间。哦，8点钟就会到吗？30几公里吼，所以总是你暗时爱困嘛所以差无是，8点钟至10点钟的时间咱来看一嗯，下伊讲有王的人神。我有去查讲，一般写讲王的人神，伊是咧指即个希律的王的即个人神，但是即个人神应该是伫希律内面非常大的一个官。你嗯，想讲假使嘿，以咱想啦，假使讲咱的亲人也是朋友，也是，是讲一般嗯，咱兜的人破病咱会去做啥物代志？破病看病哦，找医生啊，去找病医，找迄上有名诶，对无？找医生对，奇怪即个人神照你讲应该是真大诶官为什物是，伊会惊破病，伊会想要去找耶稣？应该是做有钱诶哦，找甲无法啦，是毋我咧是？想啦应嗯，该有医生找无医生对啊，对，以台湾人讲去找医生找无法度，爱问神托卜啊病医嘛无要收啊，安尼，问神托卜了后嘛无效诶时阵，咱就就想啥物人嘿，做一个医生有名，咱来听找讲有一个新医，新神医。新医你敢知嘿对，影如果嗯，你知你即阵耶稣伊是啥物身份？耶稣耶稣啥物打出来，迄阵伊打出来咩？打出嘿，来传道对无？传道，伊是咧做啥物行业？木工，对嘿，咱所知影耶稣诶爸爸是约瑟嘛约瑟是伊是一个木匠木匠来讲木目前，匠啦会做木嘿，诶就是讲咧做椅仔哦，啦做桌仔啦是，即种对，用耙做叫木匠啦嘿，因为应该耶稣犹原是对爸爸诶用即做木诶维持诶生活。奇怪是，一个王会遮大诶官因囝嗯，要死去伊无去找医生却嘿，来找一个伫犹太一个小所在伊伫咧做木诶人即人叫耶稣伊来找你创嗯，所以伊甲伊讲，求伊去甲伊医治啊，为什么会找嗯，要听来为医治？我喺想啦应该伊有听过一寡人会讲，即个人有可能是有足大诶权柄，伊讲会好就会好。伊嗯，应该要听过耶稣诶一寡代志，伊伫嗯，加纳即个所在，将水变做酒，这应该是神无可能诶是，代志变做有可能。哦，可能伊有听过即个代志啦吼，所以伊会感觉这有可能会当救，迄阵耶稣佫毋捌救过人诶啊，对无吼？嗯，圣经无记载啦但是圣经却有记载讲，了经过即件代志了，伊讲伊是伊传道生涯第二届诶神业有讲嗯，走投无路诶宰相啦应该嘿，是应该依照你讲哦，即个王诶人士应该是伫王以下落来有可能是宰相无伊即摆来讲是台湾诶行政院长嘛有可能啦哦，对对对，
所以迄个耶稣就甲伊讲，来讲你哪样？听我啊，但是，哦，耶稣拢无讲，耶稣讲吼，恁遮嘿，人吼无看着神样，拢无要相信。哦，然后有讲吼，伊拢无看神样，拢无要相信嘛吼。嗯但是我咧想啊，伊应该毋是互即个宰相讲诶啦，应该互嗯，耶稣边仔诶人讲，我恁逐人拢对我是拢要看神样尔，无影是，要看啥吼。看老累咧，嘿，但是对，吼，你看吼，即个王诶人神，即王诶宰相吼，有可能毋是犹太人，有可能是罗马人，啊嘛有可能嗯，是外邦人。啊，我咧想吼，伊会来找耶稣，应该怎讲？应该有听过耶稣一寡伊诶代志，吼。是，啊，但是耶稣会讲啊，伊讲吼，我诶囝要死去啊，啊，我诶囝即摆未死，咱嗯，落来去，啥物叫落来去？落来去，落来去就是去遐嘛，去迄个所在，你教我吼，耶稣啊，阮囝要死啊吼，啊你嗯，教我吼来阮兜，啊来留伊甜，吼，迄个落来去啦吼。啊耶稣有对去无？耶稣你看，无，耶稣敢有去？观众朋友，耶稣敢有去去哦，无咯，应该无哦，无错，即讲耶稣甲伊讲吼，去，你会惊我啦，迄个人就信耶嗯，稣甲伊讲话，啊就就去就转就去啦吼。转去啊，嗯，哦，啊，如果我喺想啦，如果讲我来求一个人讲我什物代志，啊，你甲我来求哦，即个代志嘿，爱信哦吼，啊哪样啊哪样，是，但耶稣无教我去，讲你长恁囝好啊，啊我看你阁袂相信？我会足受气的吧？你敷衍我诶，吼，我王诶，我宰相呢，啊我嘿，叫你来医治阮囝吼，是嘿，互你吼有机会呢，啊佮甲伊拜托，我是罗马人呢，啊你是吼王棍诶人，啊我叫你来是互你民主呢，应该嗯，我会安尼想啊，我毋知迄阵即个王诶人神，即宰相有安尼想无我毋知影，但是伊就转去啊。啊，我想吼，转去吼，伊有两种原因啊。第一，相信耶稣互伊治。啊，第二呢，就是讲也歹插我啊，讲叫我转去，啊，有可能伊歹插我啊，相信的有可能啦吼。伊嘿，但是讲吼，即个人就相信耶稣甲伊讲爱就转去啊吼。来，咱来看是，下骹，来看下骹吼。啊，有头讲过吼，讲为即个加比隆到加纳吼，有36公里嘛，咱一工的吼，爱着行嗯，转去，应该都行过一工啊啦。比如讲今仔见着耶稣会讲遮代志嘛，耶稣叫我转去嘛吼，啊嗯，经过一工了，伊转去因兜啊，拄着哦，伊的奴仆吼，就是仆人啦吼，拄着伊嘿，讲你的囝好啊哦，你的囝好啊哦。啊，如是，果是你啦吼，你听讲你的囝好是你会安样？诶，无相信吧？敢有影？讲影，吼，啊，着要毋对，死啊！啊，计耶稣叫我转去，啊，讲影，哦，伊就嘿啊，讲吼，伊就问，即件代志是啥物时阵发生诶？啊，嘿，我诶囝是当时啊，豆好开，伊嗯，讲因遐老爸讲吼，是昨中昼点钟诶左右，哦，即个嗯，人即老爸就哇，是拄啊昨耶稣甲我讲迄个时阵，我诶是，囝好开，所以嗯，上帝开咱吼是超越空间诶。伊讲会就会吼，咱看着吼，创世伊讲吼，上帝讲要有日头就有日头，啊要有水就有水，所以讲诶话是用开力对吧？是，啊，所以耶稣就是上帝，伊本身讲话，你诶囝好啊，啊迄阵伊囝就真正好啊，哦，用讲诶就好啊，免去呢，吼，免去吼免去。足好诶，足方便，啊，但是你再看哦，即件代志到遮无结束哦吼。啊，啊，即个就继续，人神，伊家己甲因全家人拢信，是啥物？信嘿，耶稣基是，督一个嗯，有能开咱信就是是真正诶上帝吼，上帝吼。嗯，即个是第二摆神，也是耶稣对犹太教加入以后所行的。是，我来请教你吼，嗯，伫你诶人生中间，你有啥物你爱疗愈讲我毋知影会使袂使，因为某一件人来讲你着爱安怎样，你相信了后，代志着顺利来经过，敢有？嗯。
该是做侪代志吧吼。应该真济哦。代志，我会记有一摆啊吼，因为我伫迄阵要出国读册对无？去出国去美国，啊，迄阵进前我是老师嘛，伫台湾啊，就是就是无人赞成的对。敢若阮爸爸讲，不要紧，上帝甲你伫诶对无吼？啊若准安怎诶话，顶多回家，就是你若钱用了还是安怎吼？啊，转来厝就好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对啊，我相信讲，永远有一个厝会当互我转来。然后我天品诶爸爸，伊嘛永远会当帮衬吼。所以我去遐吼，本来是做烦恼，无做侪钱吼，但是到最后上帝吼，拢互我有够用。嘿，就是做神奇的对啦，就是每一工拢是有够用。相信就是种开得着啊，吼，相信就是真正诶，对，你相信讲，上帝就是会甲你伫诶，你毋免烦恼钱诶代志，伊若要互你做诶代志，你去做，啊来，你就会当得到伊诶资源，就是足济吼，你想袂到诶吼，毋免烦恼迄种。讲到遮，我咧想一件代志吼，咱旧约圣经讲，因为恁老师拢咧讲旧约嘛吼，啊，你可能讲讲讲，拢有一句话讲吼，上帝啊，你教我斗阵，教我得地，啊，我着要去，我要去到倒所在，只要你有教我得地，我拢有开力。哦，你旧约都安尼讲嘛吼，伊讲吼，毋管你往倒落去，啊，我要甲你得地，伊俗反讲。伊上啱个讲的哦，吼，咱真有讲迄个讲嘛吼，伊讲只要迄个，毋管你往倒落去，我你甲你得地，吼，赶快，这是相信，这是相信，啊，相信，是咱是真正是有上帝吼，去到倒拢不要紧，毋免惊，对无吼？老师咧，老师敢有？我捌讲过吼，我是咧做业务工课嘛吼，啊有拄真侪拄操烦诶代志，有可能今仔日是即件代志处理无好势，啊明仔载是迄个人都有啥物问题发生吼，一直我拢因为是人嘛，拢会一寡烦恼，但是阮太太一直我讲吼，讲你着爱相信，你相信伊着上帝着帮衬我，会当去完成一寡我感觉无法度完成诶代志。啊，事实上哦，我伫即几十年来，我拢一直拢会感觉讲，只要我将我诶心事互上帝讲，啊自然而然吼，过工就会当去真正有足奇怪代志，就知影讲我要去解决遮个代志。厉害，做梦就梦着解决方法，做工就当解决。我喊你做梦啦吼，但是吼，上帝伊就会将咱往往想袂到一个方式，互咱知影，咱需要安怎去行。啊，行了后，这吼，互咱本身伫咱诶工作内面会当顺利，甚至嘛见证上帝伫咱诶身躯顶。一般人讲，我是今仔即难料理，就是要你歹看，要互你了钱，要互你安怎样。但是往往伫这中间，咱会足平安会经过遮代志，啊，甚至咱无啥物亏损伫咱身躯顶。哦，对啊，观众朋友，恁若有啥物代志吼，因为相信得着，你嘛会当写落来哦。像我阁想着一样代志，我进前吼，高中诶时，因为数学足困难对无，袂使会晓。我定拢做梦着答案诶，梦着安怎解决，这足神奇诶。就是迄上帝，真正我祈祷上帝即题要安怎写，困去了，有啊。来即个是明辉讲吼，半信半疑祈祷吼，因为迄阵咱会记诶吼，伊有迄阵有迄个大肠癌对无？伊祈祷吼，迄阵还袂足相信诶，但是有人甲伊讲了，伊相信了。真正是上帝甲伊医治吼，做者啥物新药吼，对，所以但是我感觉讲吼，伫咱诶生活过程内面吼，拢真济大部分会半信半疑啦。而且吼，你讲我伫这做业务工课内面，我真正拢袂去讲我有一点点诶怀疑无，其实拢有哦。拢是家己考验上帝，上帝嘛考验咱吼，所以咱考验上帝。
事实上是安尼啦吼，拢我祈祷了后嘛吼，上帝才帮我负责啊。事实上吼，我认为讲吼，咱的信心拢无够，拢在考验上帝。上帝伊嘛在考验咱的信心。对啊，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成一种吼，一种信心的功课，逐工拢是安尼。因为你讲有信心无，逐工拢咧来讲半信半疑啦吼，哪上会信，哪上哪上有嘛，哪上会无。愈来愈侪吼，逐工搁一点一点啊，慢慢啊认捌上帝吼。所以呢，有嘛做欢迎你，甲阮做伙来认捌上帝吼，用台语来讲圣经。每礼拜一下暗台湾8:10，泰国7:10，阮希望更较侪人会当听到即个节目，也欢迎你分享互你的朋友，甲阮订阅吼，爱去按赞，爱去。迄个，阮阁有一个 YouTube 吼，所以呢，即个节目是台湾台南新教会，还有泰国的科莫基金会做伙联合主持。多谢你来甲阮支持捧场哦，多谢老师，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